家庭係幸福嘅港灣，亦係傳承中華民族傳統美德嘅搖籃。香港萬家燈火，每個屋企都有自己嘅家庭傳統同價值。良好嘅家教家風，不但對於培養出有承擔同仁善嘅下一代至為重要，更係社會和諧穩定嘅基石。每個家庭嘅故事都係香港最珍貴嘅拼圖。家庭係社會嘅基本細胞，家庭嘅前途命運同國家民族嘅前途命運係緊密相連。為咗進一步宣揚良好嘅家庭價值，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同埋家庭議會合辦全港美好家庭選舉，藉住表揚相敬相愛、互相關懷支持嘅家庭，向社會大眾宣揚良好家庭價值同埋傳承良好嘅家風同埋美德嘅重要性。無論係溫馨小家庭定係熱鬧嘅跨代同堂，都歡迎你哋投稿分享你哋嘅動人故事，加埋唔多於5張嘅全家福，參加呢個咁有意義嘅活動。今次活動設有15個獎項，分別係10個美好家庭獎同埋5個良好家教家風傳承獎。得獎家庭可以獲得豐富獎品，包括主題公園入場券同埋酒店住宿、家庭攝影服務同埋禮券。全港美好家庭選舉，傳承美好，以愛建家。而家接受報名啦！大家一齊報名參加啦！